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今日是11月27，欢迎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网络流传讲，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和中国的间谍王立强做伙翕相，林飞帆已经提出告诉。12月17开始，台东人会当量早3天伫网络徛名，大兴驻本来台北的火车帮，一日就开放3座车。台湾师范大学有学者参加国际研究，发觉23国中简单台湾人高讲笑是排伫咧第15名。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台电福能第3厂第1号的机组，早起因为伫咧检查有发出爆炸的声，阁有呛规大阵的白烟起来，有看到的人当得真要紧啊！较早福能第3厂有出来表示讲，这是机组切起来无芳，伫咧检查的时阵固定有的情形。白白的烟雾一直呛出厂房外，是正常，毋是意外。咱大家都毋通伤过惊吓。镜头内底，福能第3厂的厂房一直发出爆炸的声，阁有一阵一阵的白烟咧闻。福能第3厂这边表示讲，当经过42天的大检查，这部第1号的机组昨日开始发电了后，又搁发现拍出去甲发电机降低温度的空气，哪像会泄漏的款。为着确保机组会当运转了较稳定咧。才会甲机台切起来无芳，落去查验。到当时还阁伫咧检查甲修理。空中冲出来的白烟内底完全是无辐射的水汽，这是正常，毋是意外。敬请民众毋通惊吓。另外，咱来关心桃园机场的地勤人员，顶几日伫咧动輒的时，驶一只拖车，客着人飞行机头前过，控制射入链迄支骨架。虽然无人受伤，毋过飞行机煞着动起来无飞。等待检查甲修理，嘛去延误着等要起行149个旅客。桃园机场这边已经甲拖车的驾驶人员处分，阁有调动伊的职务，详细责任该当是啥人爱来担，当时当伫咧调查中间。原本24透早0点30分要飞往新加坡的国航 TR875班机，伫桃园机场一航下 A3的停机坪，由负责地勤作业的长荣航空公司机坪作业人员载拖车，要甲航机向后壁塞的时阵，飞机的起落架和拖车的带动拖杆弄坏，因为有零件歹去，所以离场作业停来，互旅客落飞机。国航的声明讲，因为起落架损害，这台飞机停伫台北检查。原班机149名旅客安排坐 TR993 航班。第24下午7点10分去新加坡，也对旅客所造成的无方便回失的。备用的班机是检修2天，26拜2才恢复飞航。桃机公司讲，已经对这名驾驶做处分，包括吊销驾驶许可证2个月，吊销人员通行证7天，函报民航局依照民航法处理。中英航空讲，中英航群已经对这名员工进行处分，也调整伊的勤务。该派无需要操作装备的工作，也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不过，这已经是今年桃机所发生的第9件治安事件。交通部处长王国才讲，主要是因为无照 SOP 操作加装备失效所造成。民航局也会看情形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顶日因为王立强这个某人自首讲，家己是中国的间谍，佫提起伫咧香港地有一间中国资金的公司，实在是情报机关。但这间公司姓向的负责人向心参与某2个拄当人伫咧台湾，早起检察官就甲因2人传第2摆，要理清因敢有牵涉到咱国家安全法约束的范围。这阵风波，当嘛了对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飞帆的身躯顶去了。在场的所有的朋友，除了台湾人的部分以外，其他除了王丹之外，其他全部都是香港的朋友。那这一位在照片当中被指涉是所谓王立强的这位人士，其实并不是王立强，而是姚松炎当时候的立法会的这个议员姚松炎的助理，叫做李志荣。林飞帆手提网络顶头人伫咧流传的相片，和伊做伙翕相，这个男性实在都毋是王立强，伊是捌做过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助理，一个名叫做李志荣的香港人。林飞帆嘛讲，这篇放假风声的文章已经互伊真困扰。伊才会来提起告诉，要追查流传这款假消息的人到底是啥物人。咱嘛来关心蔡英文总统早起接见按美国来退伍军人的团体拼外交，伊的副手前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是去到南港助选，讲到王立强这桩间谍的案件，蓝军这边咧批评，迄是民进党操作出来。
赖清德嘛对嘴应讲，政府哪有才调连国际上的议题都操作会到，特别这站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呢。美国拄则通过香港电框架民主法案，引起中国强烈的抗议，美中关系搁再起摩擦。不过，政府连任的总统蔡英文伫咧支持连续接见友邦巴拉圭的国防部长，加美国的天俄军人团体，再一遍感谢美国卖防务性武器给台湾，和台美最近合作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感谢协会常透过具体的行动力挺中华民国台湾，包括通过决议文敦促美国政府出售妨碍性的武器，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维持台美坚实的关系，一起坚定捍卫民主跟自由。并连任的蔡总统伫咧拼外交，争取选民的支持。部长赖清德是到南港为立委参选人郭家儒辅选。赖清德强调，港澳的选情是5-5坡，希望大家给少年人机会。高嘉瑜动算，高嘉瑜动算。对王立强的强谍案，和那英批评是民进党伫咧操作。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也批评蔡总统伫咧炒强谍案，就算是当选也是体力。对此，赖清德强调，政府无能力操作国际议题，特别是中国的强谍。我们政府没有能力啦，去操作国际性的议题，特别是中国的共谍。奉劝国民党不必马上采取立场跟中国一样，不妨等到澳洲政府或者是友邦调查清楚，向国际社会说明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赖清德强调，国民党一旦等到澳洲政府调查清楚，向国际社会讲清楚，就当知影王立强是不是强谍。那一开始就采取甲中国同款的立场，顶多是对国民党不利，也无必要。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边，早起伊去到宜兰，头一站先和讨海渔民会面座谈。伊讲到渔业三法修改过了后，到底是帮助还是伤害这渔民？韩国瑜嘛，搁再开喙大力的批评执政党。所虽然落着雨，不过支持者共款热情来到现场收听。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27号到宜兰听基层的声音，面对着渔业三法的争议，韩国瑜再度批评政府。为屏东行过来，凡是渔业座谈呢，都固定的，大家对渔业三法，哇，反弹的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厉害。这个渔业三法的修正，到底是帮助了渔民，还是妨碍了渔民？我想这个渔业三法，咱一定要检讨。对着台湾、日本经济海域的争议，韩国瑜讲，渔民的权益若是受到影响，绝对无要退让。没有冲突，千万不要主动去找冲突。但是如果渔权受到影响，如果渔民俩渔业的权利受到影响，一步，我们政府绝对不会退让。和这个字非常重要，能够透过和平的交流、和平的沟通，一样能够保护我们的权利。这个是我们要一个领导国家的智慧。在党会现场嘛出现小意外，国民党籍的宜兰县长林姿妙来到现场挺韩国瑜，不过来的时间拄好是拍断了韩国瑜伫台顶的讲话，现场是一度大叫。另外，嘛有完成挺过台面的艺人天蛙嘛到场挺韩国瑜，佮邀请韩国瑜做伙来唱歌，强调为着那样的选情，选择要进来支持韩国瑜。记者欧阳陈信良 SNG 宜兰报道。另外，咱嘛来看亲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到当伊民调的成绩，和蓝绿两党还佫有差一过啊。不过早起伊是讲，目前已经拼到有11%的支持度，再看是算袂歹。另外，宋楚瑜嘛讲，台湾政治上界悲哀，就是大家拢爱迄落会讲话煽动人的政治名称，安尼是会互甲国家未来的发展挡掉咧，袂进步。2020总统大选出现3组的参选人，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面对民调差蓝绿忝忝，伊讲台湾政治上大的悲哀，就是即阵大家拢介意超世纪的名词，这种现象，互伊对台湾的政治和民主发展感觉真烦恼。坦白讲，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选出了几个超级明星，大家看到非常亮丽，但是对于处理这些事情的经验和历练，坦白讲不够。
强调台湾的政治，不管是哪力，因拢欠跨党派，也有内部整合的能力。佮较讲今年年度人民上界有感觉的字，应该爱选乱这字。宋楚瑜佮较用古早人讲的话批评哪力替亲民党留票。以前古人造句造得真好，忧国忧民啊，又忧国民党啊，又忧民进党。如果你不要持续的忧国忧民，请你信任亲近民众的政党，叫做亲民党。针对最近中国的间谍案，宋楚瑜认为，民进党应该爱先补好清楚，国安的空棚到底伫咧倒位，爱先确认这位自称是强谍的王立强，敢有出入台湾的记录，唔是伫咧代志还未查清楚之前，就先杀犯渗透法。如果你连漏洞都不知道，哪些需要加强？你就由立法委员连个状况都不清楚一下，你就要立个法，一立一修，不是就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吗？是。宋楚瑜讲，过去重大法案拢透过行政院会整合各部会的资讯，再个送到立法院来审议。不过反渗透法是透过民进党团来杀，批评蔡英文政府规去甲行政院废掉好啊。记者阿敏珍、陈琼伟台北报道。过来，咱看台北市高文特市长早起，互人问起讲，顶日啊，法院判决台北市的警察局，都要赔偿5当前日头火学生运动中间去用拍吊伤的民众这件代志。伊讲，但这条案也无直接的证据证明讲吊伤的人是因为警察起骹动手来所致，所以高文特市长会支持台北市的警察局继续上诉。太阳花学院是这样的哦，这个原则上应该会上诉的。面对争议真久的日头火国赔案，台北市长高文特改变进前暧昧态度，日前第一届表态，指出台北市政府原则上会上诉。伊嘛甲10个的观众看了啊，结果发现这10个人并无直接的证据显示这挂人受伤甲警察暴力有关系，那安尼就无理由不上诉。我们整个卷宗读完以后，没有直接的证据说这些人受伤是因为警察的施暴直接造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们是希望说，还是那就没有理由不上诉。高文特强调讲，台北市政府会查清楚代志的真相，而且提出4年前不上诉的案件来做比较。若是讲有确定的证据，包括影像录影表示讲警察有责任，安尼就不上诉。所以高文特日被上诉期限进前来表达伊的立场。今天会不公平，就是说。学生那边都不上诉，那警察这边要上诉，那警察当然不服气了。5当前的日头火学运民族发起323攻占行政院，去警方强制驱离。台北市警察局一审判决败诉。高文特认为日头火学运是历史事件、政治案件，两边都应该不上诉。不过对大选开始到达时间，高文特表态支持警方，敢是去影响到选情，嘛真互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讲美国的参议员 Ted Cruz。当伫咧研究要推动一条台湾主权上顶的法案，就是要争取美国的政府正面来看待咱台湾的主权。若法案正经有通过，中华民国的国旗拄着啊，要踩点美国的政府机关内底，就毋免搁再微微压压。外交部嘛回答讲，感谢美国的国会议员对咱种种的好意。有关于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他于近期内提出了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的事情哦。那这个当前的台美关系紧密友好，互信坚强。那台美双方呢一向维持着多元以及畅通的一个沟通的管道。美国的国会长期以来呢，透过立法等方式呢，就台美关系重要的议题表达正面且友好的立场。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议员采取各项的有我的作为，鼓励美国的行政部门放宽不合时宜的台美交往的限制。这是今年美国空军官校毕业典礼，咱国的国旗嘛有出现伫咧会场的镜头。若是台湾主权上顶的法案有通过，中华民国的国旗8日就通大数据伫美国政府机关内底采出来。这部法案内容嘛有指示美国的国务院。爱将目前对台湾往来的原则内底种种的限制，甲解除掉。财经上盖新，咱来看中央银行刚发布2条数目，讲今年10月民间的房屋贷款，各有建设公司起厝来招的建筑贷款，拢是8当来查甲上盖悬的数字。房地产的业者嘛分析讲，这就是买卖厝的起草开始搁咧行，尤其6都不动产过命的件数，一年当拢有起到10外%呢。不过嘛，学者是讲，这个统计是敢若看得出卖方对市场有信心，买卖的这头是还搁伫咧上呢。
帮中业者带人看厝，新大楼装潢好的样品厝嘛袂少人参观。最近不动产的买气敢有变较烧落？中央银行公布2项指标是安尼讲，个人房贷余额累计有7兆3069亿，年增率5.82%。另外，建筑贷款余额是2兆367亿，年增率嘛破1成。2项指标拢继续创下8档来的新高。不动产业者真乐观认为，房市豆豆在回温当中。那过去在大家期望它跌价的过程中，它也没跌那么低。现在的买方呢，慢慢认清这个事实之后，那卖方也认清这个事实，双方不会期待过高的价格，也不会期待过低的价格，就打底完成之后呢，那慢慢回温当中。观察这3档六都买卖月移转件数，2017年台北市逐个月不动产移转件数差不多1500件，今年逐个月移转件数已经徛稳2000件，其中以新北市交易件数上济，差不多4500件至5000件。六都月移转件数年增率拢有1成以上，但是学者认为，央行公布的数据无法度精准显示房市买盘嘛对咧回温。随余额的意思就是他把过去的再加上现在的嘛，他要新的那当然就一定都在创新高。要真的买方的买单才是房价过高，卖方看好，可是买方未必真的完全的跟进。房地产专家表示，最近小坪数的物件占交易量的6成，显示家己大和头一间买的较济。搁再加上房贷优惠专案，毋若限制提供股银行，私人银行嘛推出弹性更较大的方案。伫咧租金指数小连续45个月拢起悬之下，租不如买，所以愈来愈侪头一间买厝的人选择要排贷款买厝。记者综合报道。总是数字的统计是袂用伫讲算笑。一点一度都讲甲人，算甲准。啊，讲到高讲笑的吉五人，英语讲做 sense of humor 幽默感，这会影响到一个人敢有受人欢迎哦。台湾师范大学的学者参加国际性的研究，结果发觉讲23国中间，咱台湾人高讲笑是排伫咧第15名尔。啊，男性虽然比较女性较会讲出 humor 吉五人的话语，啊，毋过笑亏中间有带甲人口水的比例嘛有较悬。上网都找一寡趣味的图文甲影片，休困时间笑的，调节生活，卖当增加一点仔幽默感。但是放眼国际来看，台湾人敢若毋是特别幽默。西方的国家里面，他们一直把这个幽默感当成是人性很重要的核心。他们在选总统时认为说，总统一定要有幽默感。20几个国家比较是在中间稍微偏后一点。如果能够整个培养幽默感，对国民的身心健康会有帮助。台塑大团队参与下个研究，第23个当中，意大利人幽默的表现上悬，台湾第10个排中后段。各种幽默分做会当增加和别人关系的亲和型、自我提升型，阁有消遣家己来提升甲别人关系的自我贬义型，以及消遣别人的攻击型。以性别来看，男性的幽默感比女性较好，但是阁较偏向使用自我提升型和攻击型。女性是亲和型较济，若是结婚10档以上的翁仔某，幽默的风格买较共款，会使用以牙还牙，而不是逆来顺受的。就是男生还是比较会喜欢用攻击式的部分，而且他们的幽默好像多半会使用互相的幽默，用比较良善，而不是一种比较亏损别人的幽默心态，对他夫妻跟心理健康都比较有帮助。研究团队嘛发现，普遍互人认为较欠缺幽默感的亚斯伯格症学生，伫咧使用攻击型和自我贬义型幽默方面，和一般学生差不多，并不是无幽默感，只是唔知影要安怎幽默甲拄啊好，会当经由后天学习改善。未来团队嘛会结合 AI 建立幽默开讲机器人，希望会当借由相关的互动，降低个人的压力，提升心理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台湾人的幽默、高讲笑，23国内底学者研究排伫咧第13国、第15国尔。啊，毋过总是台湾话内底嘛有真侪讲笑亏的话语。国情就想到4句联，内底有人唱迄个歌头，讲小弟仔住伫咧二林镇，姓吴合作国情我本身。千里有缘来见面，应听我吉五人。这句吉五人就是讲敖顶笑、敖讲笑亏。啊，啥做台湾话咧吉五人？有真侪人拢是利用台湾话咧讲话音的。你想讲有一搭所在腔口，你要创啥会？啥物代志？人因遐讲啥物代志？创啥会？
即句三会啥物代志，有人就讲话音，尤其伫咧东尾时天，人讲话你会寒袂？讲话音诶，无啥会寒，无啥会寒，即句两个意思啦。头一句就是讲吼，头拄我国前讲诶，有个人会腔口讲三会啥物代志，无啥会寒，就是讲袂讲介寒啦。毋过事实毋是无啥会寒，我是甲你讲吼，我无塔啥会寒啦。这听到嘛感觉趣味咧。尤其吼，翁仔某中间，学者研究讲，若做伙生活搁较久咧，敖讲笑、幽默的感觉就会愈接近。有当着啊，某伫咧管翁，某敖管，甲翁讲吼，你饺就毋通剥啦。翁伫咧管某，讲你粉就毋通食啦。原来会用呢？会用安怎？会用讲吼，讲着粉，火着倒。若槟榔解毋好，讲着酒拢无补，讲着饺人就去。哦，逐句都照有道理的。翁若咧管某讲毋通食粉，某就甲因讲，讲着粉火着倒。某若咧管翁毋通食槟榔，翁原来会甲对喙甲因讲，讲着槟榔就解毋好。结果即中间逐句拢是讲话音的，就是讲一音讲两字的啦。大声头一句讲着粉火着倒，到底是讲人吼心讲火倒。看到人咧食薰，我就生气，火就倒；也是讲吼，讲着食薰，哪会打就起落呀，火就倒。第二句讲若槟榔解毋好，解毋好是讲非常的毋好，上解歹，上解歹，上解毋好，上解安怎样？解毋好，也是讲食槟榔即个惯势解掉毋好。第三句讲着酒，某的你毋通念啦，讲着酒我拢无补，是讲着酒我拢无补数。也是讲着酒，我拢用过啉的，拢无补咧。最后讲着叫人就去，这原来地方的腔口，去也讲去啊。有人讲着叫人就生气，有人吼原来讲话音的，讲着叫人就去呢。讲着叫讲着分，这拢解毋好啦。若讲着宗教咧，到底好啊毋好？过来咱来看即则新闻。近来有宗教团体去到大陆区的国家公园内底的九曲洞，利用山谷内的甲醛的空气夜纸去放空中，讲安尼生会消业障。实在讲，国家公园内底粪扫都袂当黑白拼，毋则真侪旅客看到嘛，感觉讲安尼变是真毋通。对面将用手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差不多30外个人的宗教团体，平伫咧泰鲁阁国家公园九曲洞的栏杆边啊，向山谷下骹等抓鼬仔。主持人甲大家讲，即寡抓鼬仔若是会当飞起来，就会当消业障。互现场看到，尤其是真生气，赶紧报警察。嘛，互伫咧国家公园翕纪录片导演看甲拢硬气。在国家公园区内，甚至是不在国家公园区内，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很荒谬的。抵达的时候是看到那个团体已经要离开，但是我们同仁有前往现场跟他劝导，说不能在国家公园里面不能有这个动作。毋过团体内底有一个干部甲警方说明，因讲因等的抓鼬仔是会当分解的特殊材质。台管处强调讲，国家公园虽然无禁止宗教活动，但是任何的粪扫拢袂当等。是禁止游客或人文团体以借任何的名义在园区内乱丢垃圾或其他污物，这是违反国家公园法的禁止规定。乱丢垃圾、纸屑、果皮等等，那会第一次罚款是1500元。听到台管处要处罚这个团体随走去，毋过伫咧国家公园黑白蛋粪扫已经去互翕落来，警方必须要开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讲完搁落南，咱来看台东，真侪台东的民众拢讲要坐来台北的火车票真歹拍。当到立法委员甲交通部争取讲，按12月17开始，比较别位的旅客，台东人会当提早3天，伫咧网络徛真名正姓，证实家己的身份，就通量早注文火车房。不过现部是敢若先开放3座车，有这款优待尔。代替台东站去年出入的旅客人数有200万人次，但是台东的民众定来怨叹讲外人有法度入来，台东人真歹订到车票出去。不过经过立委甲交通部争取，按算下个月17开始，台东的民众会当伫平常时啊享受到10名座提早定位的福利。台东并日10名座列车伫代替2礼拜前开放定位的时阵，搁再提早3天提供台东的民众就网络注文408处台北台东、431和405处台东台北，总共3班的列车。只要身份证字号开头是 V， 或者是涉及台东以及台东人的一定亲，拢会当享受这项福利。如果有病痛、大病要往花莲或是高雄，都需要一定的班车才比较稳妥当一点。
但是普悠玛列车一班只敢若370个位，推出台东市名坐列车了后，敢会去影响到一般旅客定位？有旅客认为只有3班影响无大。这个不会影响到权益啊，因为这反而是对有需要的人会是最好的。不过目前台铁还未正式公告台东平常时市名坐列车，但是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订票作业。若是每年春节连续假期，嘛规划提供台东的民众搁提早10天订票的服务，台铁会做伙公告。记者综合报道。来讲12月底，经济部会公告明年咱厝顶到太阳能板发电这款再生的能源，政府保证要收几元。不过民间团体是咧烦恼讲，2000瓦以下较细片的厝顶咧收的金额可能会搁降价。尤其北部日头底，民众若按太阳能板，无定就要13至15吨，成本才有材料通回收。政府扫能源转型，倡导绿能厝顶全面参与。不过经济审定会10月份公布的参数，总地容量伫咧20千瓦以下的小厝顶太阳光电，108年第2期设的成本每千瓦是60400，109年第1期是57800块，降幅4.3%，是成本降幅上济急剧。所以民间团体烦恼讲，经济部的公告明年再生能源的保证收购费率，小厝顶会去互改上济，所无考虑到公民发电的运行成本。所有的成本永远有很多隐藏的成本，不是那个工程报价的成本。如果把保险，你把中间很多清洗，然后你必须要的维运跟你的组织要生存，你真的没有办法是在10年回本，这是不可能的。民间团体指出，总地容量1000瓦超爱3坪的厝顶，这是民众上会当参加公民发电的总地容量差不多伫100千瓦，也就是300坪以内。民众伫厝顶到太阳能板发电，差不多爱13年至15年才会当回本。民间团体主张公民电厂建地的过程沟通，民间赔率等等的运行成本，拢应该算入去。若无要请民众来厝顶种电是真困难。像是全民绿屋顶这样的计划，希望让台湾家家户户的屋顶都可以变成发电厂。可是，在这样的政策主轴底下，却没有看到台湾普遍存在这种比较小型的暗厂如何增加对它开发的诱因，这在政策上是有矛盾的地方。民间团体嘛呼吁，审定会应该邀请绿能产业、公民电厂背景的专家学者来参与，伫咧定定收购费率的时阵，才会当有更较完整的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政策就要讲好清楚，民众才有法度详细来参考。行政院伫咧9月宣布讲，按明年开始要甲社工人员加决薪水。不过经过调查，目前台湾各地头当伫咧食这款头路的社工人员，所有一半拢唔知影讲，过来薪水上届无会起甲超过34916块。阁有8.5%的社工人员讲，嘛唔知影目前服务的机关薪水敢有要甲咱小起一下咧。影响全台湾社工薪水的制度，明年1月初一上路，但是薪水上少要提升到34916块。分阶段加薪的内容，社工讲清楚。台北市社工工会的问卷调查发现，要我5成社工无清楚、无听过，6成市无清楚机构讲爱调，1成市的社工表示，服务机构讲无要缀咧做。之前在台北市的一些座谈会的时候，有机构的主管也表示说，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有这种楼地板的设计。那这个楼地板的设计反而会破坏市场的一些关系。台北市社工工会对新的制度无信心，高雄市社工工会嘛讲，行政院9月宣布到即马，社工普遍无感觉欢喜。拢明年底啊，县市换学校的状况是真乱，敢会当加薪水是唔知影。各个县市现在都一团乱，到底要怎么办？明年我们社工真的可以拿得到34916吗？如果拿不到，是蔡英文说谎还是陈时中说谎？在109年1月1号履约的这个新约跟的委托案新约的部分，以及就是补助案的部分我们全面适用新制。那同时针对旧约的部分，也请这个我们的委托单位采用新制。资讯无够，机构无一定配合，加上行政院3.7期预算，敢若1年了后，敢会当继续办？工会敢若会当挂伫咧实施竞争，呼吁政府公开资讯，提供社工来查的机制，才袂变做口号。记者就新志明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先来看台中乌日一个国校的查某囡仔，昨下晡4点外下课，伫咧学校边的顶仔骹咧行，煞去互一个穿高级制服的查甫人出手甲扭，要甲伊骗扫。学校有查明讲，迄毋是熟悉人，
警方当晚有找到迄个姓柯的男性，要求伊到案说明详细。监视器画面内底，两个人行伫诊所的顶下骹，这边的女童手放伫后壁，对面穿高级制服的男子，拄我伫个肩胛头，佮亲手要掠伊的手，一路向前5分钟了后，两个人佮行转来，男子要替伊摕落啊，女童的手紧的揪去后壁。好像是摸他拉他的手，这个后面有没有夹住他的手？女童转去了，向家长来讲，这5分钟的过程，伊的爸爸看完监视器的画面，伫脸书的社群面顶呼吁大家爱小心。也因为案发的地点都伫学校外口900公尺外的店家顶下骹，校方马上就启动调查，初步认定是性骚扰的事件。有位男子然后对我们的中年级的女生进行了这个疑似性骚扰的这个行为，应该是一个陌生人的一个行为，对，两方之间彼此是不认识，这一点我们非常确认。代志是发生伫26号下昼接近5点的时阵，台中乌日区中山路二段，国小女童办学了，去互不明因素集体骚扰。我是警方真紧嘛找到画面当中姓柯的男子，要求伊到案来说明。因为目前只有看他有帮他提手提包，还有手放在他背后，到底有没有接触到，还是在问那个当时的协同。在3小时内，我们就已经掌握喜讯行为人。这名男子查证了后，高级的校方指示都是因读高二的学生。学校接到女童的家长通知了，已经启动了校园危机处理的机制。了解，这名男童并无恶意，但是行为已经超过应该有的动作，将会加强性别平等教育辅导。也因为性骚扰是告诉乃论，被害人如果若要讨公道，必须要由被害人或者是家属来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伫咧走台北市的东南客运走车排班的表，哪像有造假的情形？因为就是有台北市议员接到陈情，讲东南客运的考试表内底竟然有去排着休假的，无就是已经离职的员工。市议员就讲，无这敢是幽灵公车，无司机家己会驶出门。嘛有早前东南客运的驾驶人员出来指控讲，教育所在业者做手的，讲毋若即站尔。立少通勤族平常时也是靠坐公车咧上班上课，毋过有台北市议员进前接到陈情指出，东南客运612路公车敢若有无照驾驶的情形，透过公运处查核了后，若发现有5名司机无有效驾驶的资格，班表人员竟然阁有东港休假以及早就已经离职的员工。议员批评讲，敢讲是幽灵公车拍走，市府查核全部互人骗去。如果开车的司机要么休假，要么离职，难道这是一辆幽灵公车，见不得人吗？那安尼，阁有已经离职的驾驶出面检举，业者对车辆真少的保养维修，甚至讲偷接部更换车牌，和有问题的车检验过关，阁黑白扣司机的薪水。因为我们612它是爬山的路线。这个到时候车子如果真的在山上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或什么样的时候，这危害到真的公共安全。已经有裁处新台币22万的部分，那当然有讲到可能违反劳基法那个扣薪，劳基法22条工资未全额给付，还有一例一休的一个部分。对法的部分都是我们下面的人在分层负责处理的。那我知道有一些罚单，还有一些行政的罚款，我知道的。议员要求市府伫3个月内通盘检讨公车业者考核和评鉴机制，并且要严格处罚规避的业者，来保障驾驶的劳动权，维护市民坐车的安全。对这点，劳动部回应表示，劳资争议的部分今年已经对业者开发，后续针对相关的事情会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公车讲完，咱来讲李兴庭的奥多拜。为着要改善西螺果菜市场空气的污染，还有市场内过头吵的问题，云林县议会已经有制定果菜市场车辆进出管理的办法。自今年开始，禁止到延日的3轮甲李兴庭奥多拜徛入去做生意。明年开始，就连柴油车嘛，得要有一档来检验通过的报告，才会当驶入去果菜市场内底。若无，就罚金处分。环保局稽查人员一个早就来到西螺果菜市场门口。随机拦查准备进场的柴油车辆，利用手机即时查询柴油车。近日来，税务处就检验合格标章，如果无相关的资料，就马上开款倒单要求限期改善。改善空气是好啊，系啊，即摆市场嘛改善足济，拢无3轮无啊，拢变迄个油电车的啊。安尼严你会当接受啦吼？严会当接受啦。迄对2成层啊，油车拢有咧起地啊。大家都唔敢入来，还佫有咧定期检查。
为了要改善西螺果菜市场空运和噪音的问题，云林县议会2016年6月份审议通过西螺果菜市场这出车辆管制自助条例。今年已经实施拼装车和立行程的机车全面禁止进入市场。至于明年将针对柴油车，那一年来无检验合格报告立场将来开发。拼装车的部分就是违规进场的话，我们会处以这个3000元的一个罚款。然后针对2行人机车的部分，我们是处500元的一个部分。针对我们柴油车的话，如果是不是2年内的新车，或者没有2年以外的车子没有1年以内的这个检测合格标章的话，我们是处1000元的一个罚款。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西螺果菜市场是全台3大市场，经统计，每年进出的菜车大约4000架，其中柴油车就占3000架。今年已经禁止拼装车入场，让市场的空气品质改善超过50成。现在透过管制柴油车，要让西螺果菜市场的空气品质彻底来改善。记者云林报道。咱换落南来看高雄，高雄老牌老字号台北饭店7月宣布停止营业到单，真侪早前甲因买餐券的消费者拢无得去讨公道。申诉的案件到单已经有150几站。早起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带因这受害者出来讲，要同齐拍团体官司。一直说谎，毫无诚信。来到高雄市议会门口陈情，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带领着民众出面，指控高雄台北饭店4个月前停业以来，原本对外宣称有人要接手，不过实际上却完全无爱关心有买餐券的消费者。他一直说谎啊，然后打电话去那个餐厅当初7月的时候，7、8月都没有人接听啊。然后就一直拖延，一直拖延啊。手上目前是48张，24000块，现在不晓得怎么办啊。有人抢骗，阁有48张餐券，却变成是废纸。台湾消保会表示，目前累积申诉的案件已经超过150件，金额差不多是60万。不要在这样的小事上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为消费者其实人数很多，钱并不多，新台币60万元左右了哈。那我们为了让这个团体诉讼方便提出，所以我们不管这个业者是不是能够主动，我们既有的程序还是进行。市府表示，当咧积极联络业者，因为台北虽然有资产，不过即卖已经咧拍官司，阁有咧拍卖定书。台湾消保会表示，为着保障要赶紧取得到这款，呼吁其他各有参券的消费者，12月5号进前到市府消保中心，也是台湾消保会来申诉，做回来拍官司，向台北来要求赔偿。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人报道。同款伫咧高雄，这一片打狗文创夜市，自今年9月开始就是违法的经营。邮局因为伤过头吵，嘛去互四边的住户检举，市政府已经甲因罚款102万。顶礼拜，阁将这片夜市断水断电。谁知影讲业者竟然去载发电机来？高雄市政府担嘛讲，因便然阁开业做生意，就会照法律落去办。夜市内底灯火点甲真光，民众最近翕相影片，对这的到娱乐设施，啥物档拢有。但这座打狗夜市伫个住宅用地顶悬，属于非法经营。20号就已经互市府断水断电，业者煞家己照发电机继续经营。油烟大，吼，暗时收的物件叮叮锵锵，吼，迄个要转去这喇叭学袂开。你事情无要做，因为进行到半暝，油烟甲声音，夜市今年对9月开幕，就陆续互住户检举。但是夜市游玩1礼拜营业4天，到即卖摊贩所有的设施拢放伫个现场无停业的现象，住户怨叹市府无得管。市府27号公调已经罚过5件，总共102万，顶礼拜嘛有各罚30万。非法这个继续营业的话，我们继续不排除就是将这个商场的这个负责人呢，予以这个移送法办哈。另外就是针对非法经营的这个场域我们会予以来封闭跟排除。上面有公司，看公司开会的结果，我真的不清楚。市府表示，拜四夜市啊营业会阁派人去查，但管理人员讲，是毋是停业爱等高层开会决定。但是甲摊贩之间无登记的合约，若是停业，未有欠费赔偿的问题。记者杨川、郭建准高雄报道。市府办工课，然后照起工，民众就会较安心。咱来讲3档外前，台南市政府将市区内底要拖违规的车辆这站工课委托给民间办理，不过嘛引起袂少纠纷。
但就因为警方的骹手留法有较够野咯，明年4月开始，台南市东区的拖吊场会换转来警方家己发落。啊，民众嘛望讲后手还佫有3区嘛得照办，唔通佫挖民间负责，才袂继续安尼生话了了。一透早，台南中北拖吊场的厂内，就有真侪车启用拖入来。虽然讲车启用拖吊入来，几乎拢是违规启用处地，但是台南市对3档外前委外经营了后，争议是不断。并排啦吼，迄比较较危险的，也是反方向的，比较较袂为着迄个业绩咧乱拖乱掉嘛吼。民众讲的真直接，嘛是真无奈。对此，嘛有民代伫议会质询时阵，要求收回由警方家己来拖，特别是原台南县的林德拖吊场。民代是认为车辆不比台南市原6区较侪，要求警方收回来家己拖。我上了解咱地方，你甲咱家赶快下放给警察局去处理。我们一步一步来规划这个部分。我刚刚讲说我的方向是不变的，要不然我干嘛把东区收回来？黄伟提是承诺未来将会一步一步收回来，但是嘛要看监理议定。台南市交通局停管处是讲，未来会阁检讨发包契约内容，阁看状况，决定是毋是要收回来，或者是继续委外。大概东区回归由警方来自办之后，那大概中西区、北区跟人等会由我们停管处一样那比照过去是来委外来办理一个拖吊的一个招标作业。交通局停管处进一步表示，台南市拖吊委外将近4档，对第一档平均每工拖176辆，到现在降为100多辆，显示拖吊的数量是已经有减少。相对的，这嘛代表交通维护有成效，加上拖吊拢有警方伫车顶认定是毋是违规，并未有后备乱拖的状况。主要也是民众本身爱守法，避免来受罚。记者郑混担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欧洲南边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昨发生将近30档以来上界严重的地震，规模有6.4。目前所在上无已经有23个人不幸升回去，超过650个人受伤。大部囡仔掉伫咧石头堆内面，一直哭一直喊。救援人员一边甲安打，一边想办法要甲救出来。这是南欧的阿尔巴尼亚，当地时间2日透早4点多，地区冰心，将对民众伫咧困梦中被药甲醒起来，也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赶紧走。有人未会走就被逮掉的。美国的地质调查所讲，这场地震规模是6.4，震央伫咧首都蒂拉纳西边30公里的所在，连附近的意大利也有感觉。这场地震是阿尔巴尼亚将近30年来上严重的地震。蒂拉纳有几多栋建筑物倒去，西部甲北部地区灾情也正严重。Kailangan kami tutek daarvoor Chigi mi pangmilagsak to. Vet porim to. Se kuturim. No kimi je testijeta. A još djilskapurne. No kimi pjestijeta tijetas. Djita surija, djit kampunu čas, a još piješ. Čujun gadaškoj. 当地政府派大量的救援人员安置灾民。阿尔巴尼亚伫咧高地才发生规模5.6个地震，这边地区国冰心，和重建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天灾地变是在歹暗算，这礼拜是美国感恩节的假期，川普总统有照顾咧，宣布下边一只飞机。啊，不过伊嘛照地发挥，靠这众议院当咧甲伊责备，甲伊弹劾这件代志。另外，这2日啊，双势扫过美国的中西部，拍算嘛影响到5500万的民众，要过感恩节的安排。伫北约的玫瑰园内面，这2只来自北卡，名叫做面包甲马大火鸡，接受美国总统川普的谢扁，因未互人掠去做感恩节桌顶的料理，了后会送去维吉尼亚州度过快乐的日子。川普自从上任以来，伫咧北京3遍谢扁火鸡，也拢趁机会滚双笑。这边是利用家己最近的弹劾案来靠势仗义。Bread and butter have been specially raised by the Jacksons to remain calm under any condition, which will b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y've already received subpoenas to appear in Adam Schiff's basement on Thursday. 面包甲马达去北京的政治案被安排住伫咧华府附近的威拉德洲际酒店。这间酒店自2004年开始，就负责接待北京感恩节被谢扁的火鸡。面包甲马达若真好运，袂互人掠去做料理，也阁比绝大部分的人类加一寡特别的经验，包括住入去高级酒店。甲总统见面，也个互媒体一直报道。I got to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trying to train them for lights, loud noises, people looking at them. 美国的历任总统拢会下面感恩节的火鸡，不过是一直到老布希做美国总统，伫
伫咧北京公开社免回归，这项活动才真侪惯例。专门伫咧举行社免仪式了，也将会伫咧佛州因徛起所在度过感恩节。科罗拉多州中西部因为暴风雪，道路拢结冰，航班也取消。科罗拉多州有一寡所在是降雪降到30公分这么悬，丹佛国际机场差不多500航班取消，有超过350航班延误。美国汽车协会估计，这个感恩节假期有差不多5500万旅客打算要坐飞机或者是开车到离徛起差不多80公里的所在过节。不过因为暴风雪一来，计划可能会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有人受风雨去阻挡着旅途，有人翻官湖去误着半死人的前途。1983年，美国马里兰州发生一桩少年家为着要抢人一领大牌子的鱼仔，出手杀死人的案件。迄当阵卡着案3个非洲血统的男性，近来提出新的证据，伫咧11月25改判无罪。因3人打出监狱去下，嘛讲要讨回这36栋冤枉落监的公道。I really don't have the words to say. I just thank God. I really do. I just thank God. What's it like being out right now? It's surreal. 艾弗瑞·切斯纳特、安德鲁·史都华，也个兰森·华金斯，3位伫咧当年互媒体叫做“哈林三人组”的非洲的男子，25行出巴尔的摩监狱，情绪正激动的，甲伫咧现场等待出来人拦住会。1983年11月，巴尔的摩中学一位14岁学生。伫咧去教室的半路，颔骨仔着穿过身，伊身躯顶的乔治城大学的一领外套也无去。这件命案是当地公立学校所发生的第一件枪击事件。伫迄当阵，互媒体大篇幅的报道。伫咧迄当阵，3个人拢是16岁哈林三人组被警方锁定。虽然因一再讲命案发生迄当阵因无伫咧学校，毋过无效，警方也个协助证人做假证。哈林三人组就伫1984年被依照杀人罪判无期徒刑。伫今年初，切斯纳特向检调平反冤案的完善定罪小组提交一张内面夹着新证据的批件了后，案件总算会当定审，也平反了因判了36年的冤屈。Support goes beyond just transitional assistance. It goes beyond just an apology. It also means that we have to support them when they should be rightfully compensated. 就迄当阵，被归类为证人责任罪嫌重大，严格所互警方调工忽视的男性嫌犯，已经伫咧2002年互人射杀身亡。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英国，因为政治打压，台语歌嘛拢有受到压迫。现时有一个少年家组织的百合花乐团，结合北管西洋的摇滚音乐，要唱出少年人的台湾歌。阴暗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要招观众朋友来看少年人勇敢追求心愿、大声唱歌的过程。舞台顶摕鼓吹伴奏现代摇滚曲风，随音乐起落，台下观众也听甲入迷。4个少年人组成百合花乐团，是国内少数结合北管音乐、用全台语创作的摇滚团体。主唱林奕释因为长期伫县社学习，感觉传统音乐有危机，爱呼呼保存。这个北管南管的物件，其实就咧咱的身躯边。我也感觉讲，无赶紧啊学起来，敢若足可笑的。就是你家己就有保，你家己就有即个宝贝，啊，你就甲放弃去啊，对。用传统元素创作，唱的煞是现代人的生活面貌。百合花乐团想要做的是，予台湾的少年辈会使认同台湾歌谣。台湾是有现代甲古早的融合，歌内底拢会听到足侪为细汉拢有听到的物件。迄编曲的感觉是就现代的啊，就有特色的。百合花的歌，它比较是玩台语这个语言的音乐，把各种不同的音乐去融合。新滚6年的百合花，用新旧文化产生的花青，创作出特别的音乐作品。坚持音乐这条路无放弃，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属于新世代的台语歌。记者王义峰、黄文良采访报道。为着艺术的坚持的人，确实值得钦服。
今年已经举办第15届婚林文化艺术奖，特别将文化艺术的贡献奖颁予布袋戏的老师傅江林碧，搁有北港的演奏家李春生，搁有文史的工作者林永川先生，就是要来感谢因对传统文化艺术用心甲付出。红星舞团食饱小看，布袋戏界的老神角江仁碧今年88岁啊。江仁碧出席伫咧西丽布袋戏班，是西公调布袋戏第5代传人。伊毋但带领新香港掌中剧团演超过1架子，伊搁较走台先用台湾的戏红仔做外交，甲布袋戏文化分享到世界各地。2019年婚林文化艺术奖其中一个得奖人就是伊。在首长哦。即款热心比我加倍啊！个较认真，对地方的抗的目的到达成啊。互人叫做是八只交椅坐透透北管的乐师李春生，传承北管要外1架子，学生有100人。当年义务参加北港迎妈祖的顶头。若讲到婚林传统的乐师，大家一定会想到伊。今年伊83岁，也摕到今年婚林文化艺术奖。像我看伊讲看一寡年轻人哦，有继续来去表演舞安尼。第3个摕到婚林文化艺术奖的是文史工作者林永川。林永川长期投入本港文化研究和调查，今年伊甲收藏几世人26000多件的本港文物，全部捐予婚林县政府保存研究，替台湾历史保存的工作尽一份力。会行这路，我是感觉讲，冥冥的中间哦，注定。婚林文化艺术贡献奖颁予3个国宝级的人物，要感谢因长期推广、传承，也有保存原来的艺术，让希望这艺术的种子压落去，会使开花生炭。记者综合报道。人确实都爱行家己有兴趣的路。来讲，新竹光复高中幼保科的学生刘邦安，伊按阿公阿嬷咧顾孙这款隔代教养的家庭来产生灵感，设计出教课咧用的器具。参加全国高中高职制作教具的比赛，得到金手奖。尤其嘛是这回比赛内底唯一一个得奖的查甫囡仔。好，有人说这是消防队的。一个囡仔当欢喜的生日玩具，大家面顶悬拢充满了笑容。这款教具都是刘邦安同学的设计。目前当咧读高中3年啊，幼保科的伊，在这届全国高中竞赛中摕到金手奖，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得到这个奖的大部。要想说。如何设计一个真的可以让幼儿操作的教具，然后还有它的故事性怎么融入这个教具，总是比较困难的点。如果是很认真做的话，大概可以做到7个小时。不止成绩好，然后为人也很好，就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功课方面啊，就是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问他。这届得奖的教具作品以阿公阿嬷隔代教养的家庭为主轴，作品内容适合现今多元家庭的状况，得到肯定。一般外界对幼保的印象，定拢认为较适合查某。如今刘邦安拍破过去的传统印象，也对未来的自己充满了信心。你喜欢小朋友或者是对这些手作有兴趣就来读，不要因为你是男生或是什么你就胆怯了，来读就对了。事实上，针对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如果说呢有优秀的男生加入，我是觉得对于幼教的生态基本上是更好的。第少子化以及多元学习的社会，更加需要会使设计教具、制作教具的人才。透过教具制作，除了会使增加囡仔学习的兴趣，同时嘛会使让学习变做一件更加趣味的代志。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观众朋友，今日甲明仔载因为东北风透。北部和东北部有较凉冷，其他各地头早暗的气温嘛有较低。气象局嘛针对沿海旷阔的地界发布强风特报。观众朋友，咱若去到海边活动，都要注意安全。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方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20度到25度。中部这边22度到29度，
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到28度。金马、平湖17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